아까 해야 그 인사. 많이 我嚟翻現場先啦嚇，呢一場咧就亞洲盃外圍賽嘅賽事啊，咁啊暫時咧就港隊啦，憑住咧就安永佳嘅12碼入球，就一球 갔다 그런가? 내가 그거냐? 領先嘅咧就作客嘅孟加拉嘅，咁啊睇翻咧就上半場嘅精華片段。呢場賽事啦，亦都係雙方啦嚇幾日之內第2度交鋒㗎啦。5日之前，當時孟加拉喺主場就輸咗俾港隊3-4嘅，亦都有網球壇嘅名將阿高文啊、黃澤林啊都喺現場撐港隊㗎噃。咁當然啦，紅海一片，紅色衫就係主場之力嘅港隊啦，轉就白色波衫係作客嘅孟加拉嘅嚇。咁啊打到喺11場嘅早段都有個自由球開埋嚟，其實做咗一半㗎啦。可惜個波咧就中國安頂出嚟嘅時間就頂得下碟門啊！咁而呢邊嘅孟加拉攻勢唔多嘅，靠一個嘅教頭啦揼埋嚟。咁雖然咧就頂頭錘嘅時間咧，周連德咧就頂翻轉頭，應該就走翻轉頭就早連奴啊！咁啊個波咧好在咧落嚟咧就謝金榮都接得好實嘅。咁啊呢個波咧都好在就有驚無險啦叫做。係。之後輪到咧就港隊一次嘅罰球機會啦，阿華頓請長傳遠處位置，咁中網都有少少俾人掹住咗啊嚇，但係球證冇佢表示，有少少咧就隻手啦嚇，有啲隱蔽式嘅犯規啊，仲有周元德嘅咬射都係省咗白衫球員嘅，咁難怪呢個都有啲猛震啊嚇。係啊，咁啊呢個波就出事啦，咁啊打橫比嘅時間，咁啊攞甩咗腳不特止咧，仲要係先鋒啊，亦都有啲緊張嘅關係啦。呢個14號嘅卡斯，咁啊變咗咧出腳嘅時間就成個咧就阿費蘭道就踢跌咗，呢個波就一定俾12碼啦。呢個就好大件事啊，卡斯。侵犯法蘭道輸12碼，由今日立獎隊長臂章嘅安永佳操刀得手啊！36分鐘，主場之利嘅港隊1-0領先啊嚇，亦都咧就安永佳人生第10。我係咁大係咪？呢度係乜嘢Una clase भाषण डालना मैं कैसे बना रहा हूँ দেখি সুন্দর সুন্দর খেলা暫時咧就講咗領先嘅1-0啦，咁啊鬼才點睇上半場香港隊嘅發揮啊？我睇埋呢個咧統計數字先啦嚇。射門次數其實咧就主場之利嘅港隊咧有3次埋門，就2次中框，就一個入波，就一個12碼入波嚟自安永佳嘅。孟加拉上半場淨係錄得1次埋門嘅啫，仲要0次中籠添噃。同埋留意住犯規次數係超多嘅呢場波啊，兩邊加埋係14次，其中5次嚟自主隊，9次嚟自作客嘅孟加拉嘅。咁啊，孟加拉就比較多啲小動作嘅，比起上一場波嚟。哇！啲重量級人馬響晒到，盧比道叔叔啊、李輝立哥哥啊，全部都響齊到，艾里奧都響度添喎。左邊阿龍仔都響度添啦嚇，亦都係東方咧好重要嘅一位咧幕後嘅功臣啊，可以話係。總之今日啦，任何嘅朋友仔啦，我哋不分老中青，都不分性別，全部一齊支持港隊咧入到現場啊！絕對係㗎，咁同埋就喺上一場波咁嘅情形之下能夠贏波，咁啊喺今日呢一場波上半場咧，其實嗰個戰術運用咧就要佢唔係話逼對手全係好緊嘅，但係孟加拉咧今日咧踢起上嚟就似乎喺個組織嘅時間冇上一場波踢得咁熟，踢得咁好嗰啲小組，咁同埋因為嚟到始終都係個場地佢哋唔係好適應啦，咁啊變咗打起上嚟咧冇咁大威脅，反而就爭在我哋咧，我哋香港隊嗰個嘅上波嘅時間咧係做成點樣嘅，尤其是今日艾華頓咧俾人哋掹得比較緊啲啊，但係都一樣有咁嘅威脅喺度。今日咧就主隊啦，即係港隊嘅防守方面做得好好嘅紀律性啊，個補位啦、包抄方面啦，接近咧係零犯錯咁滯啊，冇乜特別嘅驚險嘅情況出現過。係一下咧就防守嘅罰球啦嚇，當時就祖連奴嘅頭槌有少少塌地塌翻轉頭，就有少少牙煙咁解啫，好彩都係問題不大嘅最後集。咁另外都有呢隻查祖利嘅罰球直射之下，都係省中咗一隻港隊嘅人牆。咁其實上半場咧，嘉榮所受到嘅考驗的而且確唔算話特別多。Leon 嘅 fans 喎，Leon Jones 啊
中樂安的 fans 啊都響齊到㗎啦。好啦，下半場一觸即發㗎啦！2027年亞洲盃圍賽第3圈啊 C 組分組。 賽嚟到第4輪嘅賽事㗎啦。中國香港主場迎戰孟加拉，紅色波衫白色波褲啊，亦都又用咗主場之利嘅香港隊。白色波衫就屬於呢支作客嘅球隊孟加拉嘅。繼續都有張志德同埋小弟劉瑞文為大家現場評述。咁我哋都係身處於呢個咧就係啟德主場館嘅現場嘅。係啊，非常之好氣氛啊！咁啊，球迷亦都好熱情咧，打緊你仲唱緊歌添啊！咁所以現場就都非常之係嘈同埋熱鬧嘅。好高興啊！見到啲球迷，因為港隊咧上半場都係一個10碼領先，嚟到下半場，照計嚟講就唔會話改變到乜嘢㗎。我諗孟加拉啦，我諗打10至15分鐘，我諗佢哋如果輸波嘅話咧，我諗佢哋會或者會喺改變嗰個踢法會壓翻前啲啦。咁你輸一球同2球冇乜分別㗎，想搏一搏。咁啊呢段時間都係同上半場，似乎喺嗰個嘅打法上都係趁住喺後邊嚟踢嘅，俾到香港隊嘅球員咧就好足夠時間去攞到個波嘅。呢場波其實孟加拉贏唔到咧，都冇㗎啦嚇，個機會基本上係，就算和波都好啦，嗱和波都係2分，但係港隊已經有8分，得翻2輪爭6分，都好難上翻去首名㗎啦。咁所以其實孟加拉基本上下半場一定要反敗為勝先，但係佢哋一定會壓翻上嚟攻嘅。咁有冇機會港隊藉住對面壓翻上場，我哋反而攞翻啲突擊嘅空間咧？會有㗎，打得到喎呢方面。即係變咗你受嘅壓力大咗後場，但係你前場就比較係空位多咗，即係變咗係雙向嘅嚇。咁呢段時間就都未曾係咁踢嘅孟加拉，咁啊始終都係啱啱翻落嚟啦下半場。如果佢哋壓翻出嚟踢就雙向啦，變咗安永佳好、阿華頓好啊、總連奴，佢會變咗個空位又會大咗嘅。咁所以就睇下孟加拉個教練係點樣部署啦。今日咧就8號嘅查到利就冇咁悶㗎啦，真係。所以就主場不作客真係有分別㗎嚇。加上孟加拉其他球員嗰個嘅下跌情況似乎仲嚴重啲添㗎。咁啊，譬如話呢個咧就7號嘅新星啦嚇，摩沙連。上場摩沙連明顯活躍生猛好多，呢場波就有少少咧就無影無蹤嘅感覺嘅，暫時係。佢查祖利其實今日相對上兼顧攻勢已經冇上場咁多啦，因為始終你後場。ভাই বুঝতেছি না ভাষণ চেঞ্জ কেন轉唔到身，哇！呢個波直情係轉唔到身，不特止啊，成個圍咗喺度早連路，因為擔咗個位㗎，後邊有推有拱㗎嚇。動作就唔大嘅，不過就好多呢種咁嘅小動作㗎。其實你睇翻邊咧，掛喺後邊醒啊！嗱，早連路孭晒位先啦嚇，咁對面係咁2隻手就攬住咗。Itu siapa kau? Jadi mundur itu. Baru kamu kah? 埋去睇下，好彩啊！香港隊嘅球員可以控到嘅啫，雖然鬥得出界都冇問題㗎嚇。大家拉開呢個門球，見到好多嘅球迷啦，都會俾啲噓聲佢哋啊。好特別過佢哋開呢個門球啊，2個嘅守衞企咗一角度，都係會咁開㗎啦。開咗之後會點做咧？上半場都係咁玩法。係啊，佢梗係成日都咁玩法嘅，但係就好想即係做一個組織上去，就唔係咁容易做。好啦，終於踩翻上嚟，俾翻咧就爆炸頭查祖利，再爆翻上去先，叫我永佳即刻逼翻住佢先啦。你通常由一個長區球員猜個環。就話對方快你一步啊，變咗就呢個波有機會輸10碼。好在佢快一步啊！呢邊嘅西特烏堅就慢啲，就好在出得夠快，謝家榮啊，睇落去就5㗎，好似呢個波有啲運喎，咁樣可以睇到過嚟，再轉過嚟呢邊嘅余子南，好細個牛拳啊，可以踩到2腳都冇問題嘅。
佢自己球走位就要俾到腳㗎啦，俾到個頭都靚嘅，但係包到個位啊！咁啊，始終都係人多嘅孟加拉嗰度。嗱，再睇多次頭先嗰個波啊，5波嚟㗎，個波一落地接得比較快嘅。倒先啊，好在，哇！如果唔係倒先嘅話咧，俾佢搏到嘅呢個波都，哇！仲係右閘殺到上嚟喎，係沙爾特烏啲打上嚟，好啦，去到吸咩魚子籃，可惜俾人咧就爆翻先啦嚇，發出重位咧就對咗一巴文，再拍一個咧就做呢個咧就法蘭到埋嚟先，個波出咗橫邊界外先啦。頭先阿孟加拉嗰下長傳係做得唔錯啊，本身啱話兜過咗陳俊一啦，咁啊陳俊一就已經失咗位㗎啦，跟住追翻落去嗰個祖連奴嚟添啊！咁啊好彩加明都快一步先啊！顏卓斌，亦都係今屆團戰咧就大埔嘅球員啦。大埔今屆就幾邊戰線之下咧，就一眾嘅主力都會輪流踢㗎啦。有時候你踢一場，有時我踢一場咁樣啊，都要 keep 翻住個體能。再一個長傳如何先？大家鬥掉，個球證應該俾翻球門球啫嚇。食個位食得幾好啊，真嘅。咁啊，華頓都收咗步㗎啦，都知道個波攞唔到啊。漏咗波出界，咁啊變咗龍門球慢慢嚟呢個呢邊，確普嚟嘅2號啊，都睇得幾緊㗎。就想點開咧呢個嘅？